鏡頭衛生圖大家來到南台灣嘅屏東兩片集，冇啦嘅風采帶來嘅大水食材係當地人會有，屏東人到今尾為止總共係落嚟2532公里嘅水量，大幅提起未係做大水，不過河底底下水之間天天嘅冇落安泰咧，水位之間天天嘅推提。當到向清楚利用呢個世界嘅家裏邊感染，也咪佢哋50年前嘅八次水災過後最嚴重嘅一擺暴颱水。用pom鋪嘅表面向路嘅那杯碰水，還係掂過落唔停嘅雨水。本來都硬都唔可以水嘅，因為用水貴嚟見水，用水器。除咗得啦，我唔會嘅，他做唔到乜嘢。看水慢慢地對石頭淹上來，民眾預測到報名之後撤走。你幹你除非水難咯？你的水難，你不走你就死了，你還去哪裡？看這有幹嘛？冰箱有污呢，有幹嘛？水因為有班長人按過，冇透明做唔得，淹水嘅情形，民眾怪罪水利工程施工不當，乃冇清槍。主辦的這個那供水要回填。你弄走，他會抓去關了。我說全民監工啊，那個全民給你蓋章，我給你蓋章啊，你要弄走啊。但係比較以家同鄉，還有民眾紓困需要救援，這是由民間社團投入物資救災嘅行列。國軍出動水陸兩用車支援，本紓困的民眾得到幫助。林邊鄉林邊村還有一樓高嘅積水，居民缺水缺糧，需要救援物資進入。屏東縣政府需要各界民生物資嘅支援，強聯絡社會處，電話係08737881轉501到504。透露交通方面，灣萬鄉封閉嘅所有嘅橋梁已經全部封行。新車主大橋慢開放通查，雖然已是高鐵呢，但係太熱鐵波還係持續。將鄉親做好防範嘅措施，避免造成生命財產嘅損失。客家新聞潘成邦評論報道。